羊皮的分量它很少，你就这一个羊关一说就有个5、6块，在别的地方你想炫都炫不炫。羊皮薄如蝉翼，胶原蛋白也很娇气。笋皮的厚一点的话，咬开的口感层次要强。要保住口感层次，必须高速翻转。调料所到之处，火舌吞吐，汁水飞溅。近处观瞻，就像亲临油脂的大型爆破现场，而远处等待的食客也会被香气轰炸，导致表达退化。我一定3连，好吧，一键3连，吃在嘴里，来羊皮走。我跟着他干，我跟着我弟干。在三哥眼里，八弟是自己的师傅，以他手法还是快，手法更加凌厉，可不是因为眼镜的放大作用。如何证明对火候的拿捏已经深入骨髓？最好的方法就是烤个骨髓。身穿外衣的骨髓是羊身上最不坦诚的部分。八弟是骨髓的知心人，在炉前沉稳交流，让它与火保持礼貌的互动，才能让骨髓交出营养，心花怒放。